溫生唔緊要，我知道你喺網上睇咗好多關於爆雷樓盤嘅視頻㗎。咁我作為一個專業中介，我永遠係以我嘅買家嘅利益為最終嘅依歸嘅。我哋做得行內人，我哋食得呢行飯，我哋當然知道邊個樓盤係會就嚟爆雷，或者已經爆咗雷啦，全部係有跡可尋㗎。第一個工地冷冷清清，咁如果個發展商話1年交樓，即係期樓啦。如果期樓嘅話，應該個工地係好有人氣先啱嘅。如果個工地冷冷清清，就代表個發展商資金係出咗問題㗎啦。第二就係樓盤駐場銷售人事變動太密啦。我哋食得呢行飯，其實同啲樓盤駐場銷售好熟㗎。如果佢哋成日轉工，其實我哋都知道。嗰啲駐場銷售係已經俾發展商拖緊工資㗎啦，咁呢啲樓盤我哋都係唔會考慮嘅。第三，發展商拖佣金，我哋行內人邊個發展商拖開佣金，我哋當然知啦。呢啲冇實力嘅發展商，我哋當然係唔會考慮。溫生，我哋呢行係靠口碑食飯嘅，你放心啦，其他嘢交俾我啦。我係美聯物業嘅 Martin， 一個已經移居咗大陸14年、長駐珠海嘅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持牌 agent。如果你哋需要更加多大灣區物業嘅資訊呢，請加我屏幕下邊嘅 WhatsApp 啦。請點讚同埋訂閱，咁 Apps 就會 send 個下次新片俾你哋㗎啦。下次新片見啦！